歡迎收睇蛋撻 TV， 我係楊如思。一家外企投資幾百億，救活一間瀕臨破產嘅老國企，蝕住錢都繼續投資，養住過萬名工人。點知有一日，政府突然強行宣布法令，唔使賠，唔使傾，企業反對都冇用。吉米，你估係邊個國家呢？如果件事按啲西方媒體套路，一定又係想砌中國生豬肉。但係 sorry， 答案竟然係2026年嘅英國喎。奉子成運，皇帝食藥，古有大清，今有大英，真係歷史輪流轉。國會班老佛爺一句抄家，咩契約精神，咩自由貿易，通通變晒英國傳統祖宗家法。明搶，原來咁多年日不落帝國，最後學識嘅唔係市場經濟，係閉關玩封閉。7月16日，英國政府根據鋼鐵產業國有化法案，正式接管由中國敬業集團控股嘅英國鋼鐵公司。而且呢一次接管，事前冇通知過控股方，事後喺中方完全反對之下強行進行，理由係鋼鐵供應涉及國家安全。國家安全？我真係忍唔住笑。原來班英國遺老認為最攞命唔係自己身體差，反而責怪幫自己續命嘅醫生。現實係中國幫英國救廠，英國鋼鐵2019年就差啲執笠。嗰陣時英國資本去咗邊？英國政府去咗邊？班西方盟友嘅資本又去咗邊？全部玩失蹤。最後係中國企業接手，疫情繼續投，俄烏戰爭繼續投，蝕錢都繼續養住過萬工人。當時英國媒體叫中資公司做 White Knight 白武士，依家想吞你資產，即刻變咗國家安全威脅。呢種拔喉式外交，簡直就係送自己上路。翻查資料，更加諷刺係英國聲言鋼鐵供應涉及國家安全，但如果當時冇中國企業接手，英國兩座高爐已經一早熄火。英國將會成為5常之中唯一冇能力自產鋼鐵嘅國家，甚至連工業國都稱唔上。幾時都話班西人好中意將話調轉講，中國唔係威脅你國家安全，中國係幫你保住國家安全。結果依家反而俾人話危害安全。呢種邏輯即係有人跌落海，你跳落去救佢，救翻上岸之後，佢第一句唔係多謝，係你點解識游水？你想做咩？最後仲搶埋你件救生衣。英國鋼鐵私有化超過40年，一直依靠外資續命，從來冇傳出所謂國安威脅。今次事件亦令全球投資者再次關注，西方一直強調嘅契約精神係咪已經淪為掠奪投資嘅偽裝呢？唔係開始係。班西人一直都係偽裝，西方想壟斷、想傾銷嘅時候，就成日將契約精神、市場經濟掛喺口，乜嘢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。依家輪到自己個市場不保，就變成老佛爺抄家。呢個唔係市場經濟，係市場蒙蔽標準，從來唔俾投資者見到。老佛爺見到資金湧入，歡迎投資；見到肥豬肉想私吞，直接抄家國有化。英國曾經係工業革命發源地，鋼鐵工業更加造就咗日不落帝國。但根據2025全球鋼鐵產量，中國斷崖式領先，佔全球超過70%以上產能。反觀英國排名早已跌出20，被曾經嘅殖民地印度甚至埃及同馬來西亞大幅拋離。呢個先係最大諷刺。當年英國靠鋼鐵征服世界，以前叫日不落帝國，依家變咗不鏽鋼帝國，想攞塊鋼板出嚟 show 下都難。中國點解投資？根本唔係為英國嗰少少鋼鐵。英國一年鋼產量，中國一間工廠唔使1個月就超標完成。中國投資係希望一帶一路嘅供應鏈穩定，大家一齊跟上時代。但英國仲停留喺殖民時代幻想，覺得全世界都係零和遊戲。見到中資帶埋技術入股，長遠打算唔係合作，係老佛爺思維，抄家充公。以前大英贏得到大清，搶過圓明園，搶過香港。今日又想搶中國企業投資，可惜老佛爺，時代真係變咗。今日嘅英國已經唔係日不落帝國，今日嘅中國更加唔係當年簽不平等條約嘅東亞病夫。曾經開創工業革命嘅帝國，如今連最後一座鋼鐵廠都要靠別人續命。大英嘅國家安全並唔係被中國威脅，而係被時代所淘汰。蛋撻 TV， 我哋下次見。有意思，同你笑住傾時事，開心 share 一齊睇，食住花生俾個 like。